古称解说两句含义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好比咱讲较早的人学做戏，讲食无油的菜汤，困无加的眠床，意思讲真艰苦。啊，艰苦毋若讲环境歹，搁有就是入去戏班学做戏嘛，学做人。有的少年家做无几日戏，哇，大骹一个扑啊声较济咧。共款平平共班的，遮个师兄师姐，甚至遮个顶缘的师伯师母，讲话就正口倒写。人因就讲老师伯毋达17辈老影啦。即句话，迄咧讲啥？师伯伯甲17辈伯共音讲斗句，17辈是年岁。意思讲吼，阮虽然有岁啦，但是有岁都卖无钱。搁像头拄我咧讲即句有岁卖无钱的岁，货品的岁，讲外音就是年岁的岁。讲阮毋过达啦，无路用啊啦，毋达恁17辈啦。少年人咧讲就讲青春无敌啦，大骹的人家看到你吼，扑啊声，加我加真济。啊，你功夫敢有我的好？当然，即句师伯师母，就是讲戏班内底有迄个顶缘的功夫，比咱较熬、较巴合的。啊，毋过另外一句话咧讲师母气，就是讲虽然你功夫好，啊嘛足够结开口。咱讲做师母气，做戏的人拢会晓讲。老师伯毋达17辈，咱若讲较顶缘的，即个小生老生谈班内底带久的，讲即个话时阵，你拄来学戏的囡仔，你着爱智觉啊。毋通安尼真正感觉家己熬呢？啊，若当作讲人咧讲话是甲你学老，边个人就甲你插啊。讲拍鼓啊会晓听尾声啦，你到底知影毋知？毋是咧甲你学老，是咧甲你考试啦。啥做拍鼓爱晓听尾声？拍鼓的人迄个尾声，空空叉空，无共款的尾声，后壁配合爱做无共款的动作。前场咧叫后场嘛共款，咧叫家的时阵来呀，迄个落去。后场是锣还是鼓，倒一项爱叮当，迄拢固定的，袂像敢若电脑关落去，讲来呀的时阵，后壁啥物角走来，当然咱就要对咧唱。所以前场后场互相咧暗示，就是靠迄个尾声。啊，你千万毋通，人咧甲你考试，当作人咧甲你学老，你毋通安尼食无三百应菜，就想要上西天，歹戏想要穿好遐。即句原来是戏班内底的俗语，意思讲吼，戏啊，搁介歹咧。啊，佮无啥物功夫咧，你要甲人穿好遐，要用好的功夫，要用好的家私，当然大家都看袂做的。毋则讲戏班内底学做戏嘛，就爱学做人；讲俗语，就爱捌情理。